讲到这检调当咧侦办连续造假案，在今早起呢，这检方去敲国民党新北市的党部，新北市党部就发声明来证实讲，因为书记长、书记含三定部，这个党部执行长、执行长等人呢，因为徛在办公室拢互敲，而且也甲人带倒去问话。当初谢朱立伦早起就开记者会，批评讲这执政党是乱用司法，甚至呛讲吴志强总统赖清德就职满1年的时阵呢，伫国会就要提出罢免案，也有弹劾案。点点拢无讲话，对党部行出来。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金勇甲书记朱培仪和检调约谈，检调侦办不实连署案，进前已经搜查国民党邦桥党部、三重埔党部、离北国到新北市党部来进行搜查。有2位同仁被带走嘛？那原则上我们尊重司法调查，但希望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。一位是书记长，一位是书记，基本上就是负责市党部相关的工作。国民党贵人市党部离北也互检调搜查，由罢免民进党贵人市议员陈文婷、张志豪提议事业团子涉嫌伪造文书，检调人员伫党部处处列入。下晡传召仁爱区党部主任张金焕、贵人市党部一所总干事肖总峰来讯问。在基隆罢免国民党立委的联署人被检警调查，罢免民进党议员的联署人也一样被检警搜索调查。这正表示，在基隆，检警是不分蓝绿在办案，司法不公，差别办案，办蓝不办绿。对着检调大搜查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召开记者会，批评执政党乱用司法，下令国民党全国民意代表协助罢免民进党立委理解联署，会列入考核。也宣建5日控国会要提出罢免案、弹劾案。不单520当天开始，国会要提出罢免案。要提出弹劾案，接下来在台湾各个角落、各个地方，我们要全面的发动各种方式的罢免赖清德的运动，这是我们全党上下一致的决心。罢免总统需要76席立委同意，白蓝两党相加根本还摸不到边，罢免总统是天方夜谭。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路锦如因为罢免不实连署案，和台北地院裁定收押。党中央已经派国民党台北市议长陈时钦代理台北市党部主委一职。